你有冇試過遇過一啲咁嘅時候，遇到一個問題，翻嚟覆去你都諗唔明白，問咗呢個人，問咗嗰個人，每個人俾你嘅答案都唔一樣，你好似越問越亂。後來你可能會不如唔好問啦，自己擺喺心裏邊啦，自己頂啦，自己慢慢對抗啦。其實你唔係冇答案，你係冇一套判斷答案嘅方法。有時候你問嘅人各有各角度，各有各嘅道理，冇一個人能夠企喺你嘅角度裏邊去諗呢個問題，同埋企喺你嘅位置上面替你作主。呢幾年我做咗一件事，將大家問得最多嘅問題一個一個咁整理出嚟，一個一個俾一啲思路。我唔係俾標準答案你，點解？因為人生冇標準答案，每一個人你自己嘅路都係自己走出嚟。不過我俾咗你一套諗問題嘅方法。有啲人會問我，哇，你寫咁多，你唔攰咩？我話俾佢知，我寫咗100個問題，但可能當中有一個正係你想問嘅嘢，咁我就覺得值得。你平時可能想問又揾唔到人問嘅，呢本書裏邊都有。刷到呢個視頻嘅話俾自己知，問啱問題比得到答案更重要。